讲的这是因材施教。你需要什么物件吼，伊要去看得到，你爱呈现的哦。但是已经达到某个程度，又不能去阻止它的存在。唯有就是伊要安怎来扫？啊，为什么那个扫？因为咱的出现本主清净嘛，没有所谓的善恶对待，所以讲呢，伊要互真正修炼学道业来讲呢，要安怎去有用环保的道理，有用环保的道理来讲，让你记住咱咧讲，含你心中所产生的一念善的那个结果。为什么？因为你的出现不如清净。第二，不是你执着在功德，执着在善来对，你才有功德有善。其实它已经是存在的。跟我哋拢无讲，像咱咧讲，我一连挑，为什么一定要拍？当然咱若要修道，我当然咱以道名的但无要分知，上解是讲自己是外观。但是呢，以咱修行学道来讲呢，咱会当去了解较深的道理，了解较深的道理来讲，你所谓的以善念，以恶念，以是这个两来的，它就已经在宇宙当中盘旋了。为什么？所以讲呢，咱咧改，为什么改心是改心？以心念一切的恶言、善言都是心念的关系。所以咱要改心，改心。所以讲呢，咱就是讲要安怎以这个心念内底互伊当清净，无善无恶，无是无非，无好无坏。那么呢，无这物件，咱才能真正达到清净。这也是恢复到咱本性的那一种清净。所以讲呢，以世间呢，有影啊，讲的较紧嘛，安尼做就好。要达到心中无苦或许啊，修炼这个真的都是在理念当中。咱把前瞻工作苦，其实也要在这一方面的下功夫，因为真正修道来讲呢，嘛就是讲爱内在的修炼，若外在的一切能够你做到偌济偌好偌好，其实都是福报，叫做修道，不是人哋得了就是咧修道咧。所以感谢。但是我做到成功，做到无难，但是这是落于在这是容易好。但是咱这种对来讲呢，是往内心性上呢，要安怎来改修炼，这才是真正修道。所以道场，不是道场的修，不是无你道场的无咧修，是你信念上。所以讲呢，咱不断就是讲，要咱恢复咱自信本自清净不断一直咧上课，咧上课，咧看册，咧看册，其实无非就是这样。咱会当真正达到修炼它的宗旨，那么去离婚没有，咱就要安尼。你若讲已经是达到清净而不爱，你就如何写法？咱不是咧讲法是啥物迄个，啥物一切法是一切为一切心嘛，无一切心就无一切法啦。所以讲呢，伫咧学嘅内底，当然不是讲求有多大的福报，而是我们内心要如何的想尽办法来免除一切的对待，因为有对待有情况变咱无对待，即种的咧练咱的心境，迄个心境真正真对待。五句为菩提，烦恼即是菩提，菩提即是广大。那么呢，无烦恼，你袂当进入菩提。了解无？就是讲，咱今日修炼，为什么咧修炼？当然咱是知影要了多少
咱来想想吼，咱卖讲健康好啦吼。那一般迄个信用就是我迄礼拜，有可能我就是比较有错。哦，但是咱真正需要是为了了脱生死，为什么要了脱生死？因为咱是人生是无常，人生是无常，它是短暂，而不是永恒，也不是我们自信本来所具足的。所以咱要回归到原点，那唯有就是透过修，唯有就是要透过修。所以讲咧，伫这当中咧，咱平时要修，就是爱少不言道，少事借鉴练心。无是咱来的。但是讲不断的来。不断的来，应该要不断的能够把它摆平，不断的来，不断的摆平。有一个说，你心都不转，你都不转，人不转，都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但是心转，讲起来拢是足简单，但是有影的当地的时阵，我是感觉讲，你讲讲我格言吼，才一改心。但是我现在革命较进步，不在管什么啊，但是好像是真的嘞咱时到了今天不见得都会当圆满不可能是讲你就是真正欢乐你一定要比如欢乐，然后能够进入菩提你若无明知影有道理生死，你就别去修。既然你知讲修行就是要了脱生死，唯有就是改变。按我们讲，你亲像啥呢？迄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就是亲像烦恼即是菩提感官的。所以欢乐，那么你一旦转念就是菩提的。那么它是一体两面，它是一不是二。所以后面这说改变了你的唯有就是改变你的心。要用什么方法改变？唯有一个这是我的感觉。真正嘞，或许有这种的感觉，因为人家己无去研究、无参班嘛，像那个书会越来越多，让你真的是，刚刚一直都烦恼越多，但是你在当时的你的研究、你的看，其实它是真的让我们比较能够放得下看。你若放得下看得开，就是减少烦恼。我刚才。所以讲的过程当那个也困难但是咱最主要就是个得力当然是初写是点苗，但是咱当然有欠有亲，咱就是讲对得力呢，有较属实讲伫即句，我有法度人去甲伊讲到嘅，伊真正嘅意义对是你要安怎讲？要安怎照着咱修道的过程，还是讲咱日常生活的过程？那么呢，会当用这句，甲伊特别去修道，特别去注常。安尼呢，因为这物件拢是咱生平上的当着咱作用易咱了解一句的意思。所以讲这句的意思呢，咱若讲伊的宗旨也会当然会当呈现的。伊一定要透过分析。透过分析，就是要安怎追根究底，要安怎来呈现。安尼呢，当然我个人去体会，当然这种就是爱练要安怎讲，透过了这个学习，不断的历练，因为我是感觉到道理若讲食饭，也当头壳干的，可能较会好势。你不断去启发你的智慧，你像咱神讲师，讲今天是在讲起来，伊会有法度了解遮济，无外就是他真正在言行，感谢。真正嘞，毋是讲食饱油看电视，就你家己无可能。伊用嘛是讲，就是一分耕耘真的是一分作物。伊可能看者，可能看者，所以看者当中呢，伊有道理，
是对班的用心派讲出来，那么呢，就是伊嘛是爱去准备讲有人调教，会当去上课，可能啊，无可能啊那么呢，伊就是讲要找人，会当讲哇，这个人有可能有问题当去，这两个人伊就是爱去应对，所以讲这两个人，一个人爱准备好个。当然社交讲师讲伊会使，尾也无人讲，唯有神讲师讲安尼去承担。所以咱准备这个节目，伊爱准备好。这5题讲10题内底，伊去承担，因是去应对的话，有啥物人会使？伊会准备。你若讲大概无物件没有落水，真的就是可以啊，可以啊。落水安尼处理出了艰苦呢，迄个闽南人就是经历问题的伊又是含金是这样头壳起来，袂做好呢，其中要半千呢，伊无心就分起来，等于就是伊爱去做个治疗，我嘛是头壳起，无法度没办法，因为经历问题，所以或是人家那个像9月3号，山顶的圣你知道吗？是有甲小分特别的讲个重要，但是袂跟注意，所以讲，因为或是进谈间跟台北都有这个多元点，像较早可能是各分天就这样，安尼来讲，当然，但这国里面呢，咱主要一点爱较齐全，安尼起来听伊的感觉上，较会当了解啦，伊讲啊个很多，太了解，所以讲后来我觉得尽可能够做，就尽量做主要，要是主要是谁的嘛，安尼给断的，或是真的就是，因为还要光抄洗头的，把它做出来，你那个还有多少够？因为你找资料，爱去找你单讲，你若感觉讲这不是袂歹，我袂用解释，你无可能做。迄种的毕竟是爱来找他，所以伫这个班其实会当向下扎根不外乎就是多参与，多听多读多看多学习，任何有关在推动道路的一切，你都可以当去参与，自然就能够翻转后必留下你要讲的是这个这样。你若拢无安心，你的教育是波的，安尼开始，安尼听起来比较好。所以讲，迄个政府试验内题，大家在咧看啥物，后来较容易的办，因举例就是我们平常种种的领导，爱情咱无想，伊过程无想，咱用咱比较较，迄个咱伫8月3日有一班，8月31号是要咱的3导班都是同步的，有后面所以讲咱一个月应该会拢有班级。跟着讲去一班是拜喜，要3导班咱会伫迄个会议室，一般的同学大家可以看知道，或是以后可以注意可以来摸在执勤或者也希望说你当个人拢来学真的爱上是一样。退后的路，咱也愈来愈济，但是咱敢愈来愈济，所以讲希望大家多鼓励的，多鼓励，以上感谢教学这一点万事如意
是他的功，知道的功。第三，将不将其他的功，知道的功，来功，三功，这是指的功，知道的功，来功，三功，这是指的功，第七将不将其他的其他的功。